好的，主播各位观众，带你来看到呢，记者是持续为您守候在台北地方法院，因为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呢是涉入金华城案，虽然呢他在前几天呢是以7000万元来交保，不过呢因为呢北检也马上提出了抗告，而在昨天的晚上，高院呢也已经审理要撤销原本的裁定，要发回台北地院来更裁。另外呢，包括了其他的被告李文宗、应小薇还有沈庆金，同样都是被发回的状况哦。那么在高院的部分呢，其实他们是认为，因为被告4人呢都否认是有涉犯罪嫌的，而他们4个人呢也都和其他的被告或证人有长官部属、党务幕僚还有业务监督或者是亲友的关系哦。另外呢，在有其他共犯还没有到案的情况下，加上呢现在的科技发达，可以利用那些通讯软体还有网际网络来秘密通讯哦。因此呢，他们是认为高院是认为呢公诉未尽相符，所以有勾串的空间。因此呢，北检也是抗告成功的状况。那么也来问一下律师，那么晚上呢，预计羁押庭将在晚上的6点来展开哦。那么想要请问一下律师，就是今天晚间的攻防大约会在哪个重点？是不是高院是以有勾串空间为主题呢？因为我们从高院的裁定可以看来，因为之前是有逃亡可能跟勾串证人之余嘛，那目前现在逃亡可能，高院是没有在对这块多做于琢磨，而且交保金已经提高到就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程度，所以对于这一点倒是没有什么意见。那主要勾串方面呢，因为高院下了一个裁定，他是说因为现今网络通讯软体发达，那对于这样的形容、这样的用词，其实会让地院我们这边想要放人也是非常困难，因为网际网络是无法避免的。那我们推测，除非是这几位被告他们有愿意让法院或是侦查单位来通讯监察，可是如果是通讯监察的话，其实这个在侦查中就可以用监听票的方式处理了。所以对于这块地院的判决就会非常的难下，到底如果要放人的话，要用什么手段去防止勾串串证的可能性？那另外，在高院在裁定里面，他也写得很清楚，他就说到因为之前大家会用说被告的侦查笔录都已经具结，都已经做完了，所以侦查已经结束了，没有勾串证人的可能性。但高院也说了，侦查结束不代表他们后续在审判中不会串证灭证，所以这点也是很值得大家去注意的。好的，那么可以看到呢，包括了柯文哲、沈庆金以及应小薇还有李文宗呢，他们都已经在稍早呢抵达了台北地方法院的候审室哦。那么呢，预计呢北院这边呢也将会在晚间的6点召开羁押庭，而华视新闻也会持续在这里为您掌握最新的动态。把时间镜头交还给胖内主播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